細細個讀小學已經好鍾意聽外國 pop 同埋 R&B 黑人音樂，好似 Mariah Carey、Whitney Houston。嗰陣仲好流行 Backstreet Boys、Britney Spears， 我覺得佢哋跳舞好正，就係咁樣產生咗興趣。但因為細個住長洲，屋企又唔富裕，冇餘錢去市區學跳舞，直至19歲做 part time 先真正開始習舞。半工讀學習到25歲，參加咗其中一間跳舞學校嘅 training， 攞到獎金同埋機票就去咗 Los Angeles 習舞。嗰刻我知道夢想終於近咗。返嚟之後我就唔再做 office 工，而係從事跳舞工作，直到而家，我終於可以做自己真正熱愛嘅嘢。因為本身熱愛音樂，我經常去睇唔同音樂會，因而識到好多音樂朋友，有機會接觸到 DJ。近年開始玩埋 DJ， 開展咗另一種技能同事業。自己只係圈中小小人物，但我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鍾意啲乜，跟隨自己熱愛，努力落去，唔好俾任何嘢阻止你追夢。